35歲之後，你一定要認識馬胎素。之前啲片都講過啦，馬胎素主力幫你生一型膠原蛋白，但係佢真正厲害之處呢，係佢可以生埋纖維母細胞，即係膠原蛋白嘅工廠。好多人做 RF 啊，打 PDRN 想生膠原啊，做完嘅效果都係爭啲嘅。其中一個好核心嘅原因呢，就係你有機會根本都唔夠纖維母細胞，年紀越大母細胞越少，工廠都唔夠，你點谷都冇用嘅，皮膚就係生唔出膠原嚟。而最重要嘅呢，就係纖維母細胞係唔單止生產膠原蛋白，佢仲負責生產彈性蛋白同埋透明質酸。皮膚睇落去飽滿豐盈嘅元素，全部都係靠佢生嘅。所以生膠原嘅同時，你必須要養好纖維母細胞。而根據實驗數據呢，做完馬胎素4日之內，纖維母細胞嘅數量呢就會明顯增加，同時母細胞入面嘅線粒體都會增加埋嘅，即係馬胎素增加工廠嘅數量之餘呢，仲連每一間廠嘅產能都提升埋。工廠夠啦，產能夠啦，下一步呢先生到膠原嘅療程。去到第2至3次呢，你已經可以 feel 到細紋淡咗啦，皮膚彈性翻嚟啦，同埋鎖水力都明顯變好咗嘅。